咁搞掂之後咧就可以開鐵。大家喺開鐵嗰陣時，記得唔好揀有太多鐵鏽同鱗片嘅鐵料嚟用啊！記得啦，炳叔，我哋啲後生嘅記性特別好噶嘛。嗱，好似開鐵要根據開鐵表嚟做啦，而屈大鐵同屈落仔嘅開法咧就唔同嘅。屈大鐵就要用唔同嘅屈鐵盤嚟到配合鐵料嘅直徑，而屈落仔嗰陣時咧就要先計算好落仔本身同埋落口嘅長度啊嘛。咁我啲老一輩咧都好在有經驗，好似開好嘅鐵料咧就要綁上記號擺放好，而唔要嘅鐵料就要抌落預先準備嘅斗度，盡快清理好佢。嗱，咁而喺紮鐵嘅位置嗰度咧，就一定要有晒準確嘅施工平水墨線。嗱，包括咗清晰嘅柱啦、牆同埋流窿墨線，然後先至可以上鐵嘅。不過咪話我啲老人家氹氣啊！喺用天秤運料嗰陣時，一定要 check 清楚條 wire 係咪合乎安全標準，同埋記得要保持平衡啊！唔係一個唔覺意揼一聲跌咗落嚟，砸親人就唔好啦。唉，我就至怕死噶啦！安全嘅嘢我實做足嘅。咁啊啱啦。咁喺上鐵之前呢，就要先同其他行業互相配合好，因為通常整個過程好似紮底鐵啊、留暗喉啊、紮面鐵啊咁，時間都係好緊迫嘅，所以承建商呢，就要先協調好每一 part 所需嘅時間啦。咁成個紮鐵工序完咗之後，剩低冇用嗰啲鐵料就要即刻清理好翻佢，做晒以上嘅步驟就踏出優質嘅第一步啦。咁喺開始紮鐵之前呢，紮鐵管工就要再一次複核鐵料嘅種類同數量，仲要記得喺紮柱、牆、樓面同埋震嘅時候呢，啲鐵枝嘅交接位同埋駁口一定要用鐵線紮得穩穩陣陣，咁樣先至唔會喺落石屎嘅時候俾震筆震散嘅。嗱，開講都有話啦，一指錯就滿盤皆落索，所以個紮鐵管工咧會揸住最新嘅施工圖則 check 晒啲紮鐵位置、尺寸同埋鐵同鐵之間嘅距離冇錯先得嘅。嗱，咁 check 過晒之後咧，咁即係搞掂啦。仲要喺紮好鐵之後同封牆新板之前再 check 多次，係咪每個唔同部分都跟足施工圖則嘅標準，有晒足夠嘅磚仔或者飛碟嚟提供足夠嘅石屎保護層呢？咁樣先至確保啲鐵唔會突出嚟噶嘛。就好似我個大肚腩咁，都要揾啲鬆身衫嚟遮住啦，咪突晒出嚟好核突噶嘛。咁入牆同埋入柱嘅鐵咧，就要有足夠嘅冧曲，兼入同駁口鐵一樣，要符合晒施工圖則嘅長度，仲要特別留意落仔嘅中至中距離。記得咧就要將震落仔上下紮好喎。